發揮拼搏精神，帶嚟獨到分析。A1 出擊。嚟到6:06咁啊！依家喺直播室嘅就有香港社民連主席陶君行啦、副主席吳文遠同埋秘書長季思傑，佢哋只會留到6:3啊啫，因為佢哋趕住有下一場咧要去另一個節目度。不過呢一個係佢哋喺多倫多之行嘅唯一一個喺電台可以直接同你傾嘅一個節目嚟嘅。咁所以你係淨得係幾多分鐘啊？都冇10分鐘啊！咁啊，電話係4168701540啊。頭先休息之前呢，就有位吳生打咗上嚟就批評同陶君行你傾過嘅多倫多支持中國民運會嘅關焯中，咁啊關焯中自己打上嚟。關焯中係，我頭先我想反映啊。係，你等等，吳生喺咪度啊？係，你等等先。關焯中係，你俾關焯中講咗先。嗱，我回應下吳生講嘢，我同意佢嘅講法。如果我係民運會嘅話咧，我就唔會妥協，我哋一直會支持到要平反6·4先正休止。問題就係話，我哋而家唔係講民運會，我哋而家講嘅係民主黨。民主黨係一個政黨。Winston Churchill 都講過 ，Politics is what is possible， 即係話有咩可能做得到，就係政治。我個人我都好同意社民連嘅立場，我都唔想妥協。問題咧就係話，我哋而家對呢個時候，民主黨係為咗一個。佢哋話係大體嘅為香港市民嘅爭取嘅民主要行一步，佢哋可能行2步退1步，但係都係少少一步，都係一個民主嘅進度。所以我唔同意社民聯一般咁嘅去人身攻擊，呢啲我根本係一個文革式嘅咁嘅攻擊華叔又好，攻擊某一個民主黨，甚至鬧人漢奸又好，你哋嘅手法咧，唔係一個民主嘅程度。好啦，俾我再講，唔係啊，聽我講埋先。你睇翻美國，大家都知道美國係即係現代民主嘅發源地。你睇下佢哋而家奧巴馬嗰個情況係似。奧巴馬而家好多比較激進嘅人，左派嘅人去鬧佢，話佢唔做得夠，話佢爭取唔得夠。但係問題就係話，奧巴馬而家係做個總統。佢係要統治成3000萬300 million 嘅美國人。可唔可以講？佢唔係淨係話聽民主黨講，就唔聽共和黨嗰啲人。好啦，俾吳生講呢個時候唔係佢都要自覺。關焯中，你都要俾機會。關焯中，你要俾機會吳生同埋陶君行回應啊！仲有聽眾等緊啊！吳生講完之後，到陶君行要好快，吳生。即係我覺得你唔能夠將美國個 scenario apply 喺香港嗰度咯。而家美國根本係完全係1人1票去直選去產生一個總統啊嘛。香港到而家都係阿爺恩典嘅一個特首出嚟啊嘛。再提嚟講，你爭取到民主推進一日，我哋都希望有一日就係先將個民主個政程推向一大步，俾翻香港人1人1票。佢究竟支唔支持2012雙普選啦？而家民主黨最大問題係將過往佢嘅承諾係違背咗，因為佢喺2008年嘅競選，佢嘅光譜裏邊，佢話係要求要堅持2012雙普選，而喺一路以嚟，劉慧卿一路都話要堅持呢個底線，但係最後尾喺短只不過係幾日嘅時間，就完全係違背咗佢嘅承諾。喂，吳生你係咪佢哋社民連嘅海外成員嚟㗎？佢哋可能可以招攬下佢喎。陶君行俾你回應一下。咪好簡單啫，關生即係話我哋人身攻擊，講漢奸，對不起，我哋從來冇講過話任何人係漢奸嘅。呢個只係咧啲香港維園阿伯啊，甚至乎咧香港嘅建制派或者係左報咧嚟攻擊我哋一個嘅説詞嚟嘅啫。第二咧，即係話有人攻擊司徒華先生咁樣，但係我想知關生你知道，即使嗰啲係私人感情嘅問題都好，我哋係唔會損害香港嘅民主大業嘅。如果你繼續糾纏啦喺個長毛所謂即係癌症上腦嘅問題上邊咧，其實你只係幫呢個中共咧轉移緊個視線嘅。我哋就算講過100次呢一句説話咧，華叔嘅身體狀況咧唔會因為呢一句説話而改變，但係民主黨嗰9票對唔住嗰8票咧，因為陳家富退咗黨啦，嗰8票咧係足以影響香港嘅民主前途嘅。咁我哋繼續聽下黃生嘅電話係4168701540啊，黃生。
Hello， 你好。係你好。係，首先講一句抱歉先，因為咧我永遠都會支持民主派。咁你支唔支持社民連咧？支持，因為點解佢哋做嗰個方法其實有佢嘅途徑去做，即係有每一個人做嘅嘢都有各有各為主噶嘛。但係我首先講話抱歉就因為我哋過咗嚟加拿大幫唔到手，但係精神上同埋咧係金錢所盡量會係安排即係盡量都會支持嘅。OK， 咁同埋咧就係講翻頭先咧，都我覺得佢你哋呢一邊嘅人咧就係冇走出個底線咯，我都非常之欣賞你哋。咁時間冇多啦，我唔阻你哋啦。多謝你。我想講支持阿楊婉文，你俾我講一句。我都好欣賞你幾位嘅唔使去走線，但係我又想回答頭先吳先生話。係民主黨係可能有妥協，可能係 compromise 咗，同阿爺傾話，或者有同底線有抵觸。問題就係話，呢個可能係一個策略嘅問題。你有冇諗過要贏一場仗啊？你贏一個戰爭啊？你唔係話打贏一場仗就得嘅，有時你又要輸下先有進步。呢個係嗱，你同意唔同意都好，呢個係民主黨決定嘅策略。佢哋咁行法，行前兩步，退後一步 ，OK？ 好啦，你哋社民聯咧就一味口生行住3步，我同意你行到行最好，我為你鼓掌添。問題就係話唔同嘅黨派、唔同嘅人有唔同嘅策略去爭取一個大家。我對唔住，如果我鬧錯你咧，我唔知係有人挑撥離間或者點都好啦。總之咧。我覺得大家要齊心合力爭取，有唔同嘅途徑都好，就唔好各方面打到頭，自己打自己。大家有個 common enemy， 有個通一個敵人，就係阿爺。你哋大家希望你大家搞掂阿爺就得啦。其實如果泛民咁樣自相殘殺，係咪建制派會好開心咧？嚇，季思傑。唔開心啦！我就睇唔到咩自相殘殺，不過我發覺我同吳生揾到啲共通點咧，只係有一點唔同嘅就係，即係如果民主黨嗰套方式過去20年已經試過，點解唔俾我哋啲新嘅政黨試下我哋套方式去爭？而家冇人話俾你試啊！你大家去投票，大家去參與。我哋都係參與選舉啊！我有票過係唔參與。你而家大家參與現行嘅體制，你喺香港係阿爺統治嘅地方，你頭先有位聽眾講得好啱。唔係話你要低頭，問題就係話 you have to do。唔係，我覺得吳生嗰個理念關生嘅，收關生嗰個理念上嘅唔同，因為我聽你嘅講法咧，即係其實我又冇辦法說服你，你又冇辦法說服我。唯一一樣嘢咧，更加有認同就係你其實講句説話同我媽講一樣嘅，即係我媽都話我愚蠢嘅，我要喺香港爭嘅嘢，我其實移民就攞到嘅啦。咁唔知吳文遠之後你要走啦，最後俾你哋兩個講多兩句，我哋要放你走，因為會俾人鬧啊。吳文遠，文遠。唔係，其實咧大家都忘記咗一樣嘢，成個談判過程入邊啦，即係民主黨同中共談判過程入邊啦，佢係完全冇同香港市民交代過任何嘢嘅。佢話談判就要妥協啦。佢有啊，佢依個和盤托出俾埋報告你嗰個。嗰個係已經係投完票，幾時點樣？嗰個係事後嘅嘢嚟嘅，即係投完票投咗贊成票事後。咁你同人講個壓力俾佢之後，你個要求，你而家你香港做得到咩？你兩方面去談判，通常就係秘密談判，唔係話我下一步都要徵求全世界嘅意見。所以你要明白，呢啲係一個 political reality 政治嘅。咁你有乜辦嘢要問佢啲黨員支唔支持咧？亦都唔需要咧喺下一次選舉裏邊咧，你嘅政綱咧咁嚴肅話幫我聽你爭取雙普選。唔係嗱，我即係點解咧？你08年選舉嘅時候，你聽我講埋先，因為我要走啦。我講埋呢一句，我哋完㗎啦。係啊。08年選舉嘅時候咧，翻出出嚟俾我講埋先啦。你政綱裏邊寫得咁大聲話2012雙普選，你都冇問過你嘅選民，當日投票俾你嘅時候，因為我基於你呢個泛民嘅政治光譜嘅政綱嘛。OK， 你一個屈美十同阿爺傾完之後，已經放棄咗呢樣嘢，咁你又冇重新攞個市民嘅授權喎？對唔住啊，其實佢係冇資格同中央談判，冇資格同中共談判。我哋5月16號，我哋講得好清楚，嗰日嘅投票50萬人咧，已經係最新嘅民意嘅基礎，最新嘅 mandate。好，咁夠鐘啦。不過咧，好多謝陶君行同埋吳文遠同埋吳文遠上嚟，我一定要放你走。有聽眾都聽唔晒電話，定或者你想聽埋呢個電話先走咧？聽埋一個先至走啦，好唔好啊？好快脆啊！陳太電話，陳太係好快脆。我就係好快脆啫。係
因為咧，你熄電話，熄收音機唔該，熄收音機唔該，陳太係熄咗，係快啲。係咧，如果你係好似呢個民主黨咩黨都係唔成問題，但係最重要咧，我哋民眾咧，都係投一個黨出嚟，係為咗俾我哋啲人民有一個安定嘅生活，啱唔啱？咁跟住咧，因為我哋如果我哋投選呢一個黨出嚟，佢哋投出嚟嘅票而樣樣加稅，呢樣加稅，嗰樣加稅，始終唔係一個安定俾個人民，啱啊！咁你支唔支持社民連嘅呢一個路向先？一句講晒。喂，每一個路向，個路向都係講話，我做你選我就，我覺得係會好嘅。但係最重要，你講得到，你要做得到。好多謝電話陳太，因為時間關係，有冇嘢回應俾多30秒你？冇啦。好多謝晒陶君行同埋季思傑同埋啊吳文遠上到嚟，咁啊第時有機會咧，長途電話記得聽我電話，冇成日去 call 機咯嚇。因為我哋嘅時間係爭12個鐘頭。多謝晒你哋，拜拜。好啦，轉頭翻嚟咧睇下另一個野火嘅市長候選人啊 Rockford 福特咧，今日佢嘅野火新聞啊。